国立中正大厦开发出8分钟就会当检验败血症的设备。研究团队表示，讲这研究成果唔能发表伫咧美国化学学会期刊顶头，未来也要生产这个物件，互败血症的这检验时间缩较短，加强对败血症的治疗甲发现。甲采用纳米技术的检验液体注入去机器内底，透过光学技术找到血液当中因为败血症出问题的蛋白质。中正大学的机械系甲化学系合作，做伙开发出目前世界上紧，只要8分钟就会当检验败血症的快态监测器。我们的 LED 本身就发射那个绿光哈，所以如果我们那个有败血症里面的那个蛋白质哈，我们利用我们晶片上面的抗体把它捕捉了，然后8分钟之内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症状可以把它做一个诊断哈。中正大学研究团队表示，目前检验败血症需要专业的人员甲设备，检验的时间阁真久。透过这台结合纳米甲光学技术的快态监测器，唔但时间缩短，而且检查的成本无悬，监测器阁细大，会当破躯域的限制。未来商业化之后可以做起来，大概像一台仪表器的大小，好，所以就可以不一定要放在医院，放在偏乡的诊所，其实都是可以使用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突破地域上的限制，就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检验败血症。研究团队讲，败血症上要紧的治疗时间只有6点钟，若超过这段时间，病人死亡的几率就会提悬，所以败血症检验的速度甲准度会影响医生治疗的判断。因希望透过纳米科技的运用，会当提升台湾医疗科技的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